后来即届甲即个国安局偷渡免税分押出来的关键人物，就是立委黄国昌。黄国昌讲，这是有华航的高层协助购买运送，伊要求华航的董事长爱落台负责。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伊已经要求华航全面来做行政调查，追究责任是无上限。黄国昌接受到华视新闻的专访，嘛强烈来呼吁到林佳龙部长，爱提出到行动力，唔通只是话口号、话话尔。林佳龙部长他说他震怒，他说他要彻查到底，究责没有上限。我利用这个机会跟林佳龙部长公开呼吁一下，大家希望听到的不是口号，大家希望看到的是行动。说。立委黄国昌接受华视新闻专访，再次呼吁交通部长林佳龙对着走私分这件代志，免去干那画口号，要求华航董事长爱落台负责。我说请他下台，我并不是说这个董事长有涉入，而是当他在面对一件这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，他是用什么态度在面对？华航内部有人涉入，犯了错，那我们就认真的面对错误，把这个错误改正。到现在还在闻过是非。我们国家的航空公司怎么可以让这样子的人继续领导？林佳龙会再参加台南7股雷达站的开工典礼，面对媒体询问，再次强调绝对会追究责任到底。任何的究责都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，那证据到哪里，我们责任就到哪里，所以这个2天的时间，交通部是非常的积极主动，那对于华航。他还没有办法交出这个检讨报告，我已经责成王国材正式在今天前往华航。目前已经派交通部处长王国材进驻华航，直接了解这个案件，厘清事实甲责任了后，一定会对社会大众说明。